深思之后、深思熟虑之后的一个行动。第三个，它不是借口，好像我们不知道是如何处理，所以我就说好吧，我原谅你吧。没有，他是我知道我现在的状况是这样，你这样子的伤害我，对我产生了有些哪些后果的，我明明知道，但是我愿意领受神的饶恕之后，我也愿意这么做，是一个非常诚实，知道事情的去处理罪的一个问题之后，因为这样你才可以带来真正的自由。当我们了解到饶恕不是什么之后，我们可以进入来知道饶恕到底真正的饶恕到底是什么。记得饶恕它不是一个感觉，它不是要忘记，也不是一个借口。那么饶恕，真正饶恕应该是怎样呢？当有人饶恕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两个反应。第一个反应是怎样？当有人得罪你的时候，你可以有两个反应。第一个是说我要讨回公道，我要追究到底，因为你得罪了我，大家都明明知道这是你的错，所以呢，我就可以讨回公道，得理不饶人。我一定要这样子做，你可以这样子做。但是有一个作家，他讲这句话，他说：“不饶恕是我们喝下毒药，却希望别人死掉。”我觉得这句话应该刚好颠倒。不饶恕就我们希望对方死掉，但是自己却去喝了毒药。不饶恕真的就是这样，因为其实对方没有怎样，而是你自己在心里面有苦毒，对方并没有怎样。所以你可以选择是这样，因为继续苦毒，继续在喝的毒药，但是你也可以怎样不计较。那就是所谓的饶恕。其实有一个观念告诉我们，当你有犯罪的时候，你做错事情就产生了一个债务，你就开始欠了某一个人的债。我觉得这种比喻蛮好的。当你做错一件事情，而你犯了什么罪的话，你就对神欠了神。当你得罪了一个人的话，你就欠了他，你对不起他，你好像有债务上你欠他。好，接下去你是要讨债呢，还是怎样？还是免人的债呢？你这种观念去想，你就可以知道说，在这个饶恕中间，我们应该如何做。饶恕本身的字义呢，它有这几个字义，它有这几个意思在。第二是，它是说你要放手、释放或是免除。这在马太福音第18章27节里面所讲的是一个仆人，他欠了他的主人有1000万银子。这是多大的数字，他根本不可能还。为何一个仆人可以欠主人这么多？这当然背后有很多这种你可以去想象的空间。说明他一定是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去赌博啦，欠六合彩啦，做什么事情？否则一个仆人怎么可能会欠1000万呢？而且当初的银子1两银子的时候是1个月的薪水，他怎么可能会欠这么大？显然这个仆人是讲做了很多不好的事情，但是主人原谅了他，免了他所有的债。现在记载在马太福音第18章27节，真正饶恕是这个意思，或者是像以弗所书4章32节、哥罗西书3章13节所讲的，也就是告诉我们说，你要白白的给予和别人好处。其实饶恕的是这样，是将某人从他被刑罚的责任里面把他释放出来，这就是所谓的饶恕。饶恕是一个必须付出极大代价的这种行动，不是嘴巴讲讲而已，乃是一种行动。而这行动里面呢，我们就没有办法靠我们自己，而是这样。但我们如果那个荧幕上帮我跳过去，那个第一行那个地方有太长，所以下面有字没有显示出来。马太福音的那个中间空格，把它剪掉一个，它就会出来了。借着耶稣基督，但如果你能够依靠耶稣，就有够用的恩典去饶恕，因为神已经透过耶稣的宝血彻底的饶恕了我们。没有关系。那真正的饶恕呢，告诉我们，其实我们没有办法这样，要靠自己。你要真正给别人的，但如果呢，你能够依靠耶稣呢，就有足够用的恩典去饶恕，因为神已经透过耶稣的宝血彻底的饶恕了我们。饶恕呢，真正的饶恕乃是一种决定，这决定是什么呢？
决定里面它应该包含4个承诺。决定是决定你要效法神，因为神饶恕了我们。决定你愿意就这样去做，这是一连串的决定。刚才已经讲过，它是它是不是一种感觉，它是一种决定。这决定里面要做到4个呢，才是属于真正的饶恕。这边有4个呢，我后面用绿色的把它标示出来，就代表说它的意思是这样：第一个，我不会老是想到这件事情，这是我要做的事情，我要预备心好。对我自己来讲，我不要再去想这件事情。然后对别人、对方来讲呢，我不会再提起这件事情，用它来对付你。第3个是讲对别人，我不要去跟别人谈这件事情。第4呢，它的结果应该带着怎样？我跟这件事，不要因为让这件事情成为你我2个人之间的阻碍。我们回想一下，我们跟别人，我们在饶恕别人，我们有没有做到像这样子？你自己有没有先预备心？我愿意饶恕他，就是我不要再去想起这件事情了。然后对方来讲说，你说我不会再去，我不会提起这件事情，不会常常拿这事情又起来讲。那在别人呢，我不会去传给这样向别人讲这件事情。然后呢，这件事情不应该成为我们之间的阻碍。真正的饶恕应该做到这样子。这个作者呢 ，Peacemaker， 他曾经说他太太也是在做 Peacemaker， 但是他太太是针对小孩子。因为小孩子要让他明白，怎么明白？小孩子他就讲了4件事情。他一个怎样？他第一个他说讲，我们要有好的想法，就是我不要想起这些，老是想这些不好的事情。我要有好的想法。第2个呢，我不去伤害人。第3呢，我不去说闲话。最后呢，我们又永远有好朋友。其实意思就跟这个一样。对小孩子讲，说不定这样比较方便一点。我先要准备我自己。我既然要饶恕人，我就不要去想起这件事情。那对对方呢，我不愿意去提起这件事情，我不会再去提起这件事情了。你没有忘记这件事情仍然在，怎么可能会不忘记呢？圣经没有要我们忘记啊，圣经要我们去面对事情，但是用怎样健康的心态去面对它。第一个，我自己要怎样？我不要去想起这件事情。对对方呢，我不会去提起这个事情。第3呢，我不会去向别人说这件事情，它的结果呢，是我们这件事情的发生呢，已经怎样被饶恕了，所以不会再阻碍我们的关系。我相信我们在事实上，我们日常生活中，我们很难做到这件事情。我们可以想想，我们常常跟对方在吵架的时候，就会将以前的事情一脑子全部都拿出来，连几年前，甚至这盘古开天事都可以讲出来。因为我们一直记着这些事情，只是机会还没来而已。等到机会来了，就一脑子全部都丢出来了。这不可能是饶恕。饶恕要真的像是做到这样子。所以，如果对方承认他的错时候，你不只是要告诉他说我饶恕你，你还要告诉他这样，继续告诉他说你的饶恕是怎样。Peacemaker 他是讲这样，他曾经有一次就跟别人讲说，别人跟他讲，他说饶恕，他请求饶恕，我饶恕你，我不止饶恕你，我还要做到怎样？告诉他这4点，我不会再去想这件事情，我不会向你提起这件事情，我不会向别人说这件事情，我不会这样，因为这件事情造成我们之间的阻碍。对方吓一跳，他从来没有想过说饶恕竟然要做到这样子。他深深感受到你是真的要饶恕我，而不是嘴巴讲而已。真正的饶恕应该是要做到这样。怎样才会有饶恕呢？何时要去做饶恕呢？这边告诉我们说，刚才那件事情还没讲完，就是说你饶恕的时候呢，你还可以讲说，对方觉得奇怪，你怎么可以这样呢？你说因为不是我能，所以借此就荣耀了神，因为主耶稣神饶恕了我。他也要我去饶恕人，所以我愿意这么做。他觉得你的信仰一定怎样？一定是非常棒的信仰。他也就是借此可以荣耀神。那我们应该哪时候能够来饶恕呢？理论上、理想上来讲呢，对方先有悔改，我们才有饶恕啊。所以，因为这样，我们就有下面2个情形：一个对方有悔改，一个对方没有悔改。对方悔改的话呢，当然我们就需要饶恕对方，因为主耶稣这样子教导我们。但是对方没有悔改怎么办呢？你仍然可以饶恕他，
出于主动就好。就像我们常常在神的面前，你难道有为你所有的罪求悔改吗？我们通常都没有，或者是我们罪是这么大，我们祈求的只是这么一点点，1/10都不知道有没有。神是全部饶恕我们，不是只有饶恕我们讲的那一部分而已。所以对方要是没有悔改，我们也可以饶恕他，只是你愿意不愿意。或者是你可以分2个阶段，第一个，你先有自我准备好，我要采取有怎样有饶恕的态度，就是我预备好，我准备要去饶恕他了。也就是说，饶恕告诉我们自己说，这个饶恕呢是无条件的。因为马可福音第11章第25节就是这样子告诉我们说：你们这样子祷告的时候，如果想起有人得罪，你就当饶恕他，好叫你们在天上的父也饶恕你们的过犯。想起就要这么做了。所以呢，这是一个根本就是一个没有条件，是我向神的承诺，也是我们第一个刚才讲的4个承诺的第一个。我要怎么办？我愿意不去想这件事情，先预备心好。等对方要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可以进行到下面那三个承诺去了。靠着神的恩典呢，我们要试图的对冒犯你的人保有爱心跟怜悯的心。这时候就是一个决定，你必须要操练，你必须在心里面先准备好。对方还没有悔改没有错，但是对方要悔改的时候呢，我应该就要不要是等对方等他有再讲吧。这没有，这你永远还在苦毒的自己。当你有这个心在的时候呢，你就已经开始得到释放，因为神要帮助你。然后对方要是悔改的时候，这样就进到第2步，给予饶恕。当对方悔改我们就给予饶恕，因为就是遵守另外3个承诺的时候了。因为在路加福音第17章第3节到第4节，这后面也会看到这个经节，我们那时候再来读好了。那时候告诉我们说，要是人家悔改回转给你，你就应该饶恕他，甚至1天里面7次回转，7次得罪你，7次回转，你都要饶恕他。这是告诉我们说，当对方有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要饶恕他，也就是遵守另外3个承诺。另外3个承诺是什么？第一个，先准备好自己，我不要去想他；第2个承诺是怎样？是对方的，我不要向对方讲这件事情，而且用它来对付他。第3个是怎样？我不愿意向别人提起。最后我们的结果呢，应该是恢复到以前那个样子，不会阻扰了我们。这是另外3个承诺，我相信很好记。一个是记我，一个是讲对方，一个是记别人。最后我们有得到一个结果，这是很有用的，应该常常提醒我们真正饶恕要做到怎样。对严重的过犯的时候，除非对方悔改说，我们不应该做后面的这3件事情。我们做了后面这3件事情是一个很不恰当的。借着耶稣基督钉在十字架上，他流了宝血，我们若为自己的罪悔改的，其实饶恕便已经完成了，我们就完全与神和好。为什么要这样做呢？为什么要先预备好心，然后别人他悔改的时候，我们就要给予饶恕？因为主就是这样对我们。在使徒行传第2章38节，当圣灵充满的时候，五旬节的时候，耶稣彼得起来讲了一段话，然后那些众人听以后扎心，心好像被针刺一样，问他我们当如何行？彼得告诉他，你要认罪悔改，靠耶稣的名受洗，然后你罪就得到赦免，还有领受圣灵。没有错，当我们认罪的时候，我们已经受洗的人，所以我们认罪之后呢，主就赦免我们，我们就跟神应该是和好的。饶恕以后，但这样讲的时候，我们刚刚讲有好，第2个是我们讲到说，我们不能再向对方提起这件事情。对方要是故意一直在犯呢，或是继续在犯呢，我们应该如何呢？这边告诉我们，是不是可以再提起对方的罪吗？我们这样告诉我们说，我们对这4个承诺的努力是有限而且不完全的，因此不应该被律法化。就是不应该把它当作字面这样讲，所以你就一定要这么做。No， 这意思是告诉我们，你最好能够这样做，但是要是没有办法这样做，你一定要看它背后的精神在什么地方。不要像法利赛人，看到十诫的话，就照十诫一字一字的遵守，背后的意义完全忘记了。原来背后是要我们爱神，要爱人。他不要，他只要是看这字眼这样做就好了。
一样同样的意思。我们也告诉他。